5月21日，國際金價在美市時段大幅上升，受美元走軟支撐。儘管市場謹慎關注俄烏和平談判與美國關稅政策的最新進展，避險情緒雖有減溫，但不確定性氛圍依舊濃烈。現貨黃金上升1.48%，收報3289美元，美元指數下跌。黃金市場主要焦點在於美中貿易關係的樂觀預期，以及俄烏停火談判的希望重新點燃。投資者似乎大多無視穆迪對美國信用評級影響。上週五，穆迪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 AAA 下調至 AA1， 此舉在本週一曾一度推動金價上升逾1%，體現出避險需求的強勁。與此同時，美國總統唐納德·特朗普週一表示，俄羅斯與烏克蘭將立即啟動停火談判。市場對此表示歡迎，但仍保持觀望態度。市場目前預計美聯儲將在今年至少減息54個基點，首次減息可能在10月啟動。金價要維持3200美元以上的強勢支撐區，黃金將有望進一步反彈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